日本上大连锁 SPA 业者进驻台南香格里拉大饭店7楼，开幕这天，真侪贵宾拢前来观礼祝贺。请剪彩。好，我们恭喜Social SPA 台南远东香格里拉正式开幕。日本的习俗呀，跟日本第1名的最大的 TBC 集团合并以后，现在我们公司是日本最大的美容集团，直营店多300家店，还有现在台湾的计划是以后我已经稳定，所以以后是开发新店，所以5年以后我们公司是现在28家店，但是以后是40家店。谢处长的秉持的一个心情是说，将成绩捧在手中。跟我们香格里拉的真心待客之道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。好，那在这边呢，我们就祝福我们世书瑶在我们这个远东集团这边开幕成功，然后业绩长虹。剪彩后，业者嘛有开放参观，伫遮会当看到各种特殊手法掠人放送方式，有搭配颂钵，嘛有使用竹棍。甚至连滴油这种少见的方式嘛有，特别掠人手法，就等待消费者家己来试看卖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